天特色。本来是要写互你的，无好要较紧的，结果阮人有较济咧，贪功著俗，吼有诶无诶一大堆，影就是咧正正啊，所以伊较会用鞋仔家己下体放伫头壳顶啦，伊知影讲因这输地吼，逐个已经吼发现着输地的完成去啊，叫做不欢乐，所以鞋仔本来是要用穿骹底，下体放伫头壳顶就对去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无法听咱伫进入到外面关的时阵，外口叫咱一直咧探讨这问题，就是咧互咱会当较清楚一点。无法是讲咱若讲故事，可能咱听太远啦。哦，那么呢，如果若是安尼的话，哦，后壁知影了后，知影是中学科是为着啥，那么后壁要甲伊做，伊才做有啊，哦，才做有啊。所以呢，咱第一咱大家做法念，第一来复习，念出来互我写，互我袂记啦。啊？可是没有念义。复习讲啥？烟汤。好，来各位先生，咱讲查咧念，这个烟，咱知影意思无？烟就是荡生，就是足球的，足荡生的。那么这汤呢，就是贪念的意思。是个人，若是足荡生，足球的，你甲伊讲叫伊摕做报纸，敢做会出来？其实伊是个做好野的，但是伊嘛是，哦，安尼算，要去做是个自诈笔记的，但是讲嘛要报纸，因为伊球啊，佫条汤，哦，所以伊想讲要佫互伊较济，所以若要叫伊报纸，伊会安尼算，来提一量出来安尼尔啊，哦，所以呢，甲你讲报纸道健康呢，咱嘛拢知影，知死讲要道啥？知死要道啥？哦，对，知死要道对，这互我即个会加强啥呢？会加强，后来啊发死呢？发死道啥物？发死道啥？无病。各位先生知影，甲讲互十八点吼，知讲吼知影名，哦，这有一个报纸吼，啊若无卫生呢？无卫生呢？是了口筋道口筋啦吼。那么呢，各位先生，咱互我即两工来伫咧思考这个问题，到底我可能真正有遮济业力吗？就像咱以前咧参考的时阵，师尊头10年咧讲到即个啥，讲到这个业名，安怎？一个先生白的问，是恁咧有做名，我甲恁咧有做，哦，交安尼共款。那么呢，这个业力的意思就是过去世，咱唔知影，所以带来的物件。那么这个业力是好会爱的。
伫大学中央大学内底呢，即个报时导电厂呢，就甲伊讲叫做啥？结骨啊！为啥你大学内底甲伊讲骨结？报时导电厂叫做骨结，结骨的意思就是讲要结骨咱身体的成分，就是结骨咱的汤调即个电，就是人讲当生啊，即个产业，所以爱结掉即个成分，甲伊剔除掉，你才有法度来去报时。过来呢，就是讲，除了这就是向内咱们呢话呢，就是咱常咧讲的报时，袂使着迄个攻击性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啥，报时爱做到三轮体，讲就是讲袂使讲我报时偌济，咱低调点，我细汉就记者。人问阿嬷讲，阿嬷咱咧比卖去几只啊？偌济钱，还是讲产收偌济啦？吼，阿嬷甲我讲啥？听好算。啊，听好算敢有足济？各位浅浅，听好算的物件敢有足济？无啦，听好算的物件一定是足少的，你才听好算。所以咱报时毋通家己记条条，记条条就比听好算啊。你着爱做甲算袂哩，无法度通算，安尼有甲有济。若是报时一项就家己对当头来记到当尾，若安尼你对拢较做嘛即项尔，听好算的物件较有济，无济。所以就是甲咱讲，报时你叫咱做到达到三轮体，讲就是讲爱报时的我就是讲时下有别人的。比即个接受人时间较有气啊！因为我有迄个能力来报时有别人的啊，所以我较有气啊！但是咱袂使家己记条的啊！嘛袂使家己记讲我平时啊摕啥物物件，你赞助啥？伊当咧歹过，我摕偌济啊，一九笔还是安怎样？我嘛记条条。你家己放落去，安尼才有济啦。所以呢，就是报时呢，导电厂最主要，伫大学内底咧甲伊讲到即个结骨，就是要叫咱结骨生物头啊一定，袂使有这物件你才做会出。一旦做出了后呢，就是爱啥？无着即个目的就是斗有济，斗有济啦。所以呢，第一呢，这报时导电厂呢，我呢，就简单先讲到遮，安尼有问题无？有问题，怎么困哦？各位同学，困了吼，我就中午了。那么来，第二呢？第二啥物？不要听人家膝盖咱来讲这地位度夫妻。各位先生，咱大家拢知影哦，智慧毋是对外口过来，对外口去过来的物件是叫做吸收来的物件是叫做知识。演出时有影，若要处理细小的代志，有真侪代志需要知识，需要知识。你无这方面的知识，有当时你要处理代志，无法度通好处理。但是，若要明辨是非罪恶，就爱啥？靠智慧。这智慧是由咱内心的泉源自然生出来的。所以，才甲咱讲，智慧亲像一口井。你若拢无家己用这口井，咱各位先生，甲咱住的厝较细汉，拢捌上过井。这口井的因为你去家己插，去家己上水，伊这口井就无水。会继续出泉无？会。你毋免烦恼讲我智慧用遮济，有济到尾也是无智慧的，用有济。但是嘛，无因为你这口井，你智慧拢唔甘去用，你这口井拢无去家己上水，讲迄井水会灌溉到顶原来阿妈工厂就无啦。甚至呢，这水佫会变成啥？死水，有无？各位先生，咱甲咱住的厝较大，咱大细嘛，捌上过水啊。水吼，
的泉源是由咱内底所生发出来，咱毋通欠骂，毋通欠骂，尽量家发挥，愈用吼智慧的讲势，若无用吼，共款拢变无智慧。所以迄有一寡人，恁会人讲，吼，尤其是天哥啦吼，恁会一寡迄太太讲，有够无智慧的，吼，就是表示啥，拢无咧经过大脑的判断啦，所以才会讲袂讲，拢无智慧啦，吼，无头脑的，吼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智慧爱时常家使用，较会当生出吼种种的即个工程出来，你会愈用愈来，愈用愈厉害就对了。所以处理代志用知识，但是处理会圆满的结果，要互伊达到90分，要互伊达到70分，即个的程度呢，就有牵连到智慧。智慧愈好的，伊处理代志起来圆满的程度愈悬。咱要相信无？有的人若足无智慧啊，粗粗鲁鲁安尼懵懵懂懂，啊若拄到代志，有当时啊是遮尔大声，结果处理起来，平平一项代志，咱两个人一个有智慧的处理起来足圆满、足幸福的，但是一个处理起来就变啥个人化，搁甚至搁互人扣人伫咧心肝内。见到吼，咱会讲啊，我肉互你食，你搁嫌，毋是人家迄辆臭车，是因为咱处理的方式处理了毋对，吼，就是讲咱无展现着咱的智慧，所以才会造成迄个圆满的结果有差别，吼。所以呢，甲咱讲智慧度夫妻，这愚呢，也就是讲愚嘛，懵就对啦，吼，笨嘛，吼，啊痴呢，就是痴迷啦，吼，愚嘛，吼，叫痴迷啦。那么呢，这两项通讲安那？伫乌暗的当中，唯有智慧就亲像互伊一拍钉，会当照开即个万年牛啦，就是讲咱本来悟足久的啊，吼，人讲哦，本来悟够久的啊，万年牛，逐年拢一世人拢是遮尔讲，毋知影人来修行，毋知影人来吼学道。那么呢，因为修道了后，互咱产生智慧，那么咱甲啥？知影讲哦，原来修道修行是遮尔好，吼，所以智慧就会当亲像一张的迄光明灯啊，吼，一盏的光明灯。讲到光明灯呢，我较捌讲一个笑话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咱过去吼，迄装咱的乡里的迄路灯，迄路灯吼爱公所家出钱，啊，因为中央政府资源无够的时阵呢，系啊，画路灯拢会啥？去抓无倒，去抓无倒，有无？捌拄着这个情形嘛？那么因为咱世上呢，有足侪人当头的时阵，拢去就是点啥？点光明灯啊！哦，有无？有人去就是点光明灯的无？有啊。那么一档爱偌济？1000块还是1000几块嘛？吼，咱我嘛毋知影，是我着应该即个计较。所以呢，咱去就是咧点光明灯，吼。那么呢，有一个乡长，伊智慧真好，伊着啥？甲即个村民召集村民大会啦。伊讲咱逐个拢有去庙是咧点光明灯的习惯。那么呢，因为咱的经费无够遐，如果咱若是会当一个人来认一支电条、两支电条，一个月所借的电费，你比起点光明灯功德搁较大，你较上少有影，因为会当互人照路啊，袂发生事故啊，功德无量啊，吼，所以呢，经过这个村长开水了后呢，有即种的信徒有够勇勇的，我分2支，我分5支，因为迄一个月开价就点暗时啊尔吼，嘛无介济钱啊，所以逐个说做甲足欢喜，经费捡甲搁有剩，所以这就变成啥？咱较早咧讲的智慧，智慧，偏偏咧处理一项代志啊，话中央两时啊，我中央我政府
做功课啊，讲人啊，查仔头讲来，咱无当掠，爱落去若愈长时时，查仔入来愈无当去，甚至逐个咧行路开车嘛，较袂危险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啥？爱靠智慧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华仔讲智慧，哦，就是要度夫妻啊。哦，我较看者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咱的智慧呢，伫内的时阵会当解决咱内心的啥？的即个哦，解决咱自己的即个苦难哦。但是对我嘛会当解决众生的苦，就是咱头拄仔所讲讲，爱展现着咱的智慧，亲像咱头拄仔讲着的布施，其实嘛无一定爱赔钱。你像咱头拄仔讲的法师，嘛包括啥？言师呢？言师的意思，包括言师。啊，搁有面师，哦，啊，搁有心师，哦，足侪足侪。其实这意思就是讲，从言师来讲，就是讲啊，咱若去人遐，啊，人拄啊好有啥物代志咧斗咱，哦，有嘛吼会讲，哦，我安怎安怎啊咧平复阮的心咧斗咱，咱会当讲几句啊，家己安慰的话，莫用互伊的代志搁愈加愈大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言师啊。互伊会当心头迄个情感会当透开，你嘛搁添油加醋讲，哦，有影有对，你讲迄个人真正安尼，我嘛要拄着，哦，搁更加接受去啊。所以呢，言师就是讲，咱时时会当讲善意，哦，还是讲鼓励人的话，哦，去安慰别人，去鼓励别人。啊，这嘛无一定爱啥，无一定爱讲足济啦，有当时啊，几句啊安慰的话，几句啊鼓励的话。就会感觉讲有影就对，哦，安尼就有需要就会计较嘛，有较抓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讲言师，啊面师呢，就是讲莫逐工一个面拢臭臭，袂使人欠咱偌济花仔钱。哦，安尼人会感觉讲咱想学做时间，咱像做痛苦不便的安尼食菜食到，咱像讲无情愿的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呢，面师呢，就是讲叫咱爱面带笑容，爱笑一个啦。所以呢，甲咱讲，叫咱吼面师，就是时常展现咱的笑容，互咱周边的人感觉讲，交咱斗阵足欢喜，毋是面拗面吵，会对恁来收呢，本人袂歹哦。哦，啊，无看你逐工拢遮快乐，哦，安尼伊就会较要叫咱来啦。所以呢，就是讲，哦，这个就是面师啦，时常互人要看伊面色看啦。哦，那么心师呢，也就是讲，时常去帮助他人啦。哦，去帮助他人，伊有啥物困难，需要咱来斗相共，其实是依手之劳啦。哦，其实这就是哦，咱包括伫布施诶，所以布施无一定讲，着屈服伫迄三项内底尔，你会当做会有足济，袂根本就毋免开钱，哦，袂根本就毋免开钱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甲咱讲啥？讲智慧呢是上求佛道，哦，以自觉，哦，那么呢？众生哦，就是啥？哦，要觉他就对啦。所以圣者哦，圣者呢，菩萨呢是啥？自利，伊会当自觉，佫会当去觉他，所以伊变成啥？是自利，哦，啊，佫会当利。哦，咱若细细看咧讲一句话讲，讲经无是迄个念经不如讲经，啊，讲经不如照经行。因为咱所讲的下乘法，讲经呢，哦，下乘之人。就是伫遐念经啊，下乘之人呢，下乘法就是伫遐啥？伫遐念经。那么呢，念经的人呢，伊有当时嘛毋知影经义，伊是照安尼念，照安尼念。你像咱好些过去无家背过迄个《般若蜜心经》，但是呢，最近有用《般若蜜心经》家过写，是你家写10摆，还是写几摆？会愈写
啥咧讲啥，一个人若无娶，拢家己讲伊也做啥罗汉脚。啊，所谓的罗汉脚就是单身一个，所以这是独善其身啊。哦，敢收伊自己尔，独善其身，伊无去兴外王。哦，毋知影通要去兴外王啦。所以呢，这是中性法的，哦，就是感恩，哦，若知影收伊自己，毋知影通要甲兴趣。那么呢，上性法呢，就是菩萨行，哦，伊就是照经行啦，行经，伊除了了解，然后伊佫会当请仙姑菩萨留落来这经典的部分去甲伊做，所以变成也知影通要修持本心，那么也有法度通要佫行外王，所以才有法度通达到啥菩萨。所以呢，哦，甲甲咱讲啥，其实六道波罗蜜就是咧行菩萨行。咱若去有教人查听着人咧讲，伊真咧修菩萨行，咧用啥？咱的六道波罗蜜就是行菩萨行，互你知，搁知影通要安怎做，就是菩萨的行为。哦，就是菩萨的行为啦。哦，那么呢，后壁呢，咱就呢，哦，来看讲即个智慧度父亲，咱查知影哦，咱这个身躯是混魔同体啊，有无？敢是不条魔共占用咱这个身躯，是毋是？混魔同体，不条魔拢占用咱这个身躯哦。我若真欢喜心善，念头拢付出来拢善的，做出来拢好的，那么真即个身躯就是不得用啦。那么我真若当咧受气，哦，我做起来的代志，我想起来的代志拢讲歹的，那么就是即个身躯去用魔障。所以修学道，看咱一天24小时，扣掉8点钟的困，啊，佫有16小时，16小时的时阵。看咱是佛甲咱占较济，还是魔甲咱占较济？哦，啊，毋是讲去做工课就一定是你有不占的，只要你中意你的工作，哦，认真做好你的工课，嘛无去有魔占的，是因为咱的思想观念无好，想对歹的，做对歹的，安尼才是去用魔占。所以咱咧讲啥，有魔同体，看你一工是做几点钟的佛。做几点钟的哦，就是安尼尔。哦，啊，修行学道就是讲，尽量会当伫24小时当中扣掉8点钟无事，16点钟，哦，会当啥？尽量